在《楚乔传》第1季的结尾中，宇文玥跌落冰湖，生死未知。时隔至今已经过了7年，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那么宇文玥真的死了吗？在第2季中，楚乔又会有哪些故事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虽然萧策依旧是展现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但对于楚乔，他其实还是非常上心的。在楚乔醒过来的时候，萧策就立刻提着一篮子石榴前去看他。乔乔，张开嘴，像我这样啊！萧策掰开了一个石榴，笑眯眯地送到了楚乔的嘴边，做出了一个吃东西的动作，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。萧策，我病好了。楚乔平静地看着萧策，在这金乌宫内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，就像是3年前他受伤来到这里一样。快好了。萧策将手中的石榴放了下来，帮助楚乔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头发。我想走了。楚乔此时的眼中黯淡无光，再也没有了当初那充满希望和向往的色彩了。但萧策在听到这句话后，却丝毫的不感觉奇怪，而是十分有兴趣地问道：那你想要去哪儿呢？听到这个问题后，楚乔茫然地摇了摇头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。天下这么大，总会有他的去处的，实在不行就前往关外也好。不过楚乔前往关外跟留在大梁好像也没啥区别，而楚乔选择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拖累萧策，大魏那边是不会放过他的，留在大梁迟早会给萧策招来大祸。目前大魏忙于应付燕北，还腾不出手来处理大梁，但是一旦他们有空隙的时候，恐怕萧策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。听着楚乔的这些话，萧策也只是静静地望着他，眼神之中那些玩世不恭逐渐地变得平和了起来。沉默了许久之后，萧策也缓缓开口，说出了他的想法。楚乔的一生都在为了他人考虑，即便是到了这种时候，还在为他萧策考虑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够为他自己想想呢？在萧策的眼中，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取代不了宇文玥的地位，所以才甘愿将楚乔交给宇文玥。但是他更希望楚乔不要活得如此累，甚至比平常的市井百姓们还要累。听着萧策的话，楚乔靠在了他的怀中。其实他也想像那寻常的百姓一样，这样就不会有如此重的孽缘，以及如此之深的牵绊了。乔乔，希望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你自己不放自己一马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萧策轻轻地拍打着楚乔的后背，一切都只能让楚乔自己解脱出来。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在萧策的安慰之下，楚乔也暂且在金乌宫中住了下来，并且想象中大魏疯狂的报复和逼迫也并没有到来。似乎他们已经认定楚乔只是一个废人，之前的恩怨全部都一笔勾销了。而楚乔这几日也跟萧策派来陪他说话的小丫鬟在聊天。通过这几日的接触后，楚乔也从他们的口中得知，为何西魏那边不选择进兵，因为在西魏好像有个大司马在主张跟大梁进行交好，所以西魏才没有来找楚乔的麻烦。虽然楚乔也不知道西魏那边到底在做什么，但至少没因为自己给萧策带来麻烦。而在萧策闲暇的时候，便拉着楚乔去翻看他收藏的3尺多高的美女卷轴，里面画的都是跟楚乔差不多年纪的美女。乔乔，你好好想想，这个世界上谁还能为你出生入死，散尽家财，抛弃所有？但是却并不告诉你，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多。你要好好想想，想好了之后告诉我，我给你置办一份嫁妆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在看到那美女卷轴之后，萧策没来由地说出了这句话，便离开了金乌宫。也就是这句话让楚乔彻夜难眠，一直在反复地推敲之前的那些事情。是啊，究竟是谁呢？经过了整整1夜，楚乔反复的推敲和求证之后，他的眼睛中突然涌出了激烈的光芒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滑落了下来。这并不是悲伤的眼泪，而是带着惊喜和希望的激动眼泪。那一刻，楚乔笑了，笑得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。他也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而在离开金乌宫的那一天，楚乔并没有跟萧策打招呼，只是带着简单的行囊就骑着马出了宫门。在楚乔离开的时候，萧策则是坐在大殿的屋顶之上看着他。那一刻，萧策也同样笑了起来，拿起了笛子，吹走了一首十分欢快的曲子，欢送楚乔。
而大梁的那些官员们则是惊恐的在大殿之下看着他们的皇帝，纷纷劝说让萧策赶快下来，不要让自己受伤。而萧策也是整整在屋顶之上吹奏了一天的笛子，这才缓缓地从梯子上爬下来。百官们见到萧策终于下来后，便立刻哭着爬了过去，大叫着让陛下注意身体，切勿再肆意胡闹了。甚至还有几个老臣因为太过于激动发了羊癫疯，直接被抬了下去。诸位果然是对朕忠心耿耿，今日朕已经想明白了，众位爱卿平身吧。萧策看着众人微微一笑，顿时让百官们感激涕零，心想他们的皇上总算是顿悟了。但是接下来萧策的一句话却让众人再度蒙圈了。你们在下面烦了朕整整一天，朕决定罢朝3日，大家也好好回家思量思量，研究济世复国之道吧。说完，萧策便在大臣们呆愣的目光中扬长而去，但还没走远，就迫不及待地吩咐了内侍，连演3天，把这次所有入选的宫女都带过来。说完，萧策便大笑而去，但此时的心中他却十分期许楚乔能够走得出去。在《楚乔传》第1季中，宇文悦救下楚乔，自己却坠入了冰湖。身为男主，宇文悦自然不会就此生死。那么多年后，他与楚乔再相见，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我们话接上回，在走出了白纸关后，楚乔就踏入了大魏的土地。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里了，而站在官道之上，楚乔突然间犹豫了下来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走下去。原本最初的激动也逐渐的消失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以往的冷静，开始分析起了整个事情的主要问题。如果他猜测的是真的，那么他现在又是以何种身份在这个世间呢？又如何能跟他再度有所交集？楚乔曾经害了他几次先死，如今又要亲手毁掉眼前的这一切吗？想到这里，楚乔又开始害怕了起来，所以他便在咸阳城中住了下来。一连过了7、8日，等到年关到来的时候，楚乔依旧没有继续前进一步。在傍晚的时候，楚乔早早的就出了门，因为即将过节的原因，街上也变得十分的热闹了。而楚乔依旧是一身素衣，与世无争的游荡在街上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咸阳城了，在3年前，他遇到了袁松和袁纯兄妹2人，也是从那时开始，楚乔的生命轨迹便进行了改变。而岁月恍惚，袁松已经多年杳无音讯，袁纯更是一步步的迈入了那肮脏的九幽之所。想到了这里，楚乔不由得苦笑了起来。物是人非，说的就是这些吧。很快，随着夜幕降临，上元灯会也开始了起来，各种的花灯将夜色照耀得十分明亮。而楚乔也为了躲避行人们，前往了一棵榆树之下，安静地看着他们。等到买花灯的人稍微少了一点后，楚乔便上前挑选了一个兔子花灯，将其点亮后，便送入了湖水之中，为宇文悦祈福。但就在那一刻，楚乔突然在湖水的另一侧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。在仔细的看了一番后，楚乔的眼眶也瞬间开始湿润了。在确定了那个身影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后，楚乔便立刻奔跑了起来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快速的穿越了湖堤，越过了梅林，翻过了石桥，最终气喘吁吁地站在了那个身影的面前。而那个身影也平淡地望着楚乔，眼神之中隐匿着一丝疼惜的感觉。宇文悦，你为何骗我？为何不来见我？我以为你已经死了。伴随着楚乔大喊的声音，他的眼泪也随之彻底的滑落了下来，并且瞬间感觉到了膝盖绵软无力，向下倒了下去。而宇文悦也眼疾手快地抄住了他的腰，将其抱了起来。我都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楚乔的眼泪滑落在宇文悦的胸口，让宇文悦瞬间感觉到了心疼，不过还是故作不耐烦地说道：别哭了，我还没死呢。听到这话后，楚乔也一把将他推开。没死，不知道来找我吗？也不知道送封信。楚乔此时就像是一位吃醋的小女子一样，在遇到宇文悦的时候，2年的几次死里逃生瞬间变得微不足道了起来。过来。宇文悦霸气地伸出手招呼楚乔，再度将他搂入了怀中。2年的时间，他们还是跨越了万水千山的阻隔，以及家国仇怨的阻拦，再度相遇在了这灯火阑珊之处。这一次，宇文悦再也不想跟他分开了。活着真好呀！只不过2人重逢的第1夜，竟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而楚乔则是很安稳地睡了一整天。那么，楚乔和宇文悦相遇之后，会有哪些事情发生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